看他们的制服全部都是同一套，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？就不会让孩子去比较啊。哎，我穿怎样的衣服漂亮？你穿什么牌的鞋子？你不用比，大家都一样。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偶像心态。在学校什么东西要自己来？中午是我们自己抓，很棒的就可以当打菜员。我也当打菜员。你们很喜欢当打菜员呢？喜欢啊。茶道课你们上课都会看到什么影片？爱护什么？爱护地板。地球啦。然后看到很多小孩子受伤了，受伤了，师姑去救他们。他们上很多小朋友没东西吃，就是会看到一些其他国家，让他们知道他们很幸福。觉得环境很好，采光好，通风，然后活动的场地很多，而且都会上一些茶道，让他安静下来的一些静态的东西，我觉得也很不错。注重人文品格，孩子从别的学校后来又来到这里，整个转变个性，生活上的一些改变也蛮大的。